脸色铁青，蛮适合用来形容你们其中一个人的。什么啦？在讲谁啊？不是他吧？欢迎来到我们的汉语班上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的课与字跟我们的身体器官有关系。语义规则，答题节目组为本台口语团下教师，韩国本来宾同可能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題就第一分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嘅漢語係輕鬆咯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词，暮睡鸟。它这个名词不是用来形容任何一个器官，对，哦但是它是从一个器官引申出来的词。我写眼罩，因为他有睡觉又有眼睛，鸟我就先忽略它。然后我想说会是也有可能是枕头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针对眼睛的话，我就写眼罩。墨镜，戴眼镜，因为有点要睡觉了，要戴这一个比较墨镜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请看提示。口香糖跟绿油精、提神、这个名词通常用在人身上。夜晚人啊，反正就很晚睡的人。对啊，很爱睡啊，很爱睡啊。有人答对了，这是你。我刚刚还有点觉得，完蛋，你们我觉得你怎么可能对？你我也觉得我怎么可能对？我觉得你们肯定是对的。天哪，这个节目好难哦。暮睡鸟呢，它意思就是形容这个常打瞌睡或是想睡觉的人。暮睡鸟。暮睡鸟。第二题，青面鸟。哦，又是鸟。对啊，是鸟。尴尬，脸色铁青。蛮适合用来形容你们其中一个人的。什么啦？在讲谁啊？我真的找其中一个人的，该不是他吧？头发蓝是怎么了吗？好，先写第一次作答。青面鸟。我直接写 scared 好了，吓死人了 ，scared 吓到脸变绿色这样子。然后娜娜的是口出恶言。那你觉得在场谁最是聪我啊，就是很会，感觉很会骂人的一种类型。好，我们看提示。炸弹，这个人吃了炸弹、炸药哦。你在讲我吧？就是讲话很大声。有可能呢，有可能。讲话尖酸刻薄就是那一挂的啦。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广泛，我要口出恶言，谢谢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，有人答对了，有人接近了，答案是脾气很差，动不动就生气，抢面屌。抢面屌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刚刚小阿姨边说是抢面屌的人是谁？该是娜娜吧？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的第三题，冤家蜜贝，泌尿科的泌，分泌分的泌。泌的泌，对，冤家路窄。我是觉得蜜可能有湿，因为有水不可能有湿湿的意思，然后他们的背就是贴在一起，所以湿湿的。他们是冤家，他们却背又黏在一起，就是冤家路窄的感觉。感觉都有抓到是有点负面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提示，会更有感觉。拿起来，议会哎，议场，所以它是一个议场啦，哦议场，是啊，那就是第常常用在这里，请作答。一开会一直狂吵。就那一挂的。就是争论不休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要讨论很多事情的地方。解答有人答对了，这是吵架吵不停、争论不休的感觉。眼嘎 B boy，眼嘎 B boy，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的第四题，庆脚倾注你的脚，形容人我觉得是兴奋哎，怎么说兴奋？就是好轻快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。算盘是算盘，然后这个形容词呢，蛮常出现在乡土剧里面的，乡土剧的女性角色。就是 cam 咖会做事，我也觉得是 Cam 卡。我是做错事了，所以就是要给我庆脚。公布答案，有人答对了。形容一个人精明能干，但是是太精明能干了，很会算，很会算，通常是婆婆用来形容媳妇的。哦，原来做这杂或者 cam 咖这样。对，腔调。腔调，好，我们的最后一题蛮简单的，来念一下。搞头王，吵架王吧？哇，这个来搞事情。搞头王主揪，他搞了这个局，大家
要不要去跑山什么的，就他是主角，他是搞头王，主角，而且很爽带。头者啊，所以是一样的意思，不同解释的感觉。因为主角范围很小。我觉得方向都正确，我们看一下提示。哦，OK，很爱冒险，我觉得就是恶霸啦，就是想要胖虎那一种恶霸。我真的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谢导游，就这样子，不要问我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真的是孩子王，很爱玩，玩到变成就是带头的那一个人，那个诱人的方向完全正确，就是胖虎啊，这真的是胖虎哎，好难，对这个难。高跳蹦。高跳蹦。我要来公布今天的第一名，诱人。行年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 Barbie Bus 一瓶 coffee， 有 tea 還有咪。講你講行年，世界朋友，佢開始學講話嘅時節咧，睇你我用慢同佢講啊，我住啲那位，屁股啲那位，再啲那位，冇錯，一下人就用身體嘅部位來教大家用慢講行年，木衰掉。木就係木竹啊，木衰條乜嘅意思？就講乜嘅動木衰。唔知啊哈，天使很多台，我看那一台。啊乜嘅？行二班上說，我開始咧，唔會變木衰條咧，冇唔錯。同芭比講你講行二，就唔會變木衰條，木衰條。姜條啲呢？唔看眼樣。搶面條，搶面條好像都憤怒苗，痛唔痛就發氣。不是吼，我後悔我行兒吼，冇學我變嘅搶面條，安樣吼人也唔好搶面條。三號嚟教大家教條王，也揾條奶哦，教條王乜嘅，當位第一條去教嘅，就係捱。我以前讀書嘅時節，特別下課來，攏我去爬樹誒。我以前真見帶條王了，教條王就係咁樣嘅啦，教條王。有時我語言當好，有年唱得攏係拍腔條樹嘅呢，係咪人家比賽呢？呀，教大家。杯人家比杯，就係吵來吵去冇一隻很因素。人家比杯，哦，學完你嗬，木就要咩咩要，條咩要，嘅杯咩要，一下來溫腳。唔過兩腳咩冇乜嘅關係啦，我都強腳，強一隻詞呢，行年有嘅輕。落強，古說人哋對我講強腳，表示一三年當有能力。我嘅看見芭比當槍當劍那樣嘅，一強腳唔過喺啲以前做唔得，本唔講細妹人當強腳，比老公下強，安尼彈起來冇乜嘅好彈。古說咧，我同大家講。喺平權時代咧，一下講細妹強腳已經過時咧，按樣啲哈強腳。好，下課。其實呢，有的時候感慨了，感真的不能怪上班族和學生，因為太多的時間在付出了，我們很容易就會變成摸衰屌。我以前啊，小時候在馬來西亞是一個高挑王，常常就是給他們好看。我旁邊這位娜娜大師啊，就是我們每次聊到很多事情，他動不動就變成搶面屌，就要變搶面屌，馬上變。